大家好啊，我係小偉啊。專家警告 ATM 機攞錢先做好呢一步，否則嘅話，你嘅錢瞬間俾人攞晒。日常我哋去 ATM 機攞錢嘅時候，好多人都好習慣直接咁插卡輸密碼呢個步驟，卻係忽略咗最關鍵嘅前置動作——全面檢查 ATM 設備係咪被篡改咗。呢一個簡單但係又容易被忽視嘅動作，係防範銀行卡被盜刷、守護存款安全嘅第一道防線啦。近年嚟，不法分子利用 ATM 機嘅作案嘅手段越發咁隱蔽，從安裝盜刷裝置到偷拍密碼，一旦疏忽檢查，銀行卡嘅信號同埋密碼可能瞬間就泄露晒，辛苦儲落嚟嘅積蓄可能隨時都會被攞晒。最高人民檢察院曾經曝光過一起典型嘅案例，11名嘅市民因為攞錢前冇檢查設備，導致銀行卡信息被盜取，累計損失達60萬元。由此可見前次檢查嘅重要性啦。ATM 機盜刷案件嘅核心在於犯罪分子通過篡改設備嚟盜取關鍵信息。然而未檢查設備嘅持卡人，相當於直接向不法分子打開咗資金大門。根據銀行安全數據統計，超過80%嘅 ATM 盜取案源於持卡人冇察覺到設備嘅異常，令到盜取裝置有機可乘。犯罪人員常用嘅手段係喺插卡後安裝讀卡器，複製銀行卡磁條信息，同時喺設備隱蔽處安裝針孔攝像頭嚟偷拍密碼，後續就會通過呢啲信息嚟製作偽卡，喺境內外取現或者轉賬，更有甚者會加裝假鍵盤。篡改出錢後，既盜取信息，又製造設備故障，誘騙持卡人泄露更多嘅信息。此前江蘇昆山就發生團體盜刷案中，犯罪人員正係喺 ATM 機上面秘密咁安裝讀卡設備同埋微型嘅攝像頭，短短嘅幾個鐘內就盜取咗11名持卡人嘅信息，然之後通過境外製卡套現，一夜之間捲走近60萬元。承辦案件嘅檢察官明確咁提醒，取款前檢查設備睇落好似好繁瑣咁，但卻係阻斷盜刷鏈條嘅最有效嘅手段啦。比起後續嘅補救，更加能夠規避損失啦。如果省略咗呢一步，即使係密碼設置複雜，後續操作謹慎，亦都難免信息泄露，最終可能會導致存款不翼而飛咯。其實檢查設備無需專業嘅工具，我哋只係需要用手觸摸一下，用眼觀察一下，重點排查5個容易被篡改嘅部位，全程耗時唔會超過3分鐘，但係就可以最大限度咁規避風險啦。1. 插卡口，盜刷裝置嘅重災區。插卡口係犯罪分子安裝讀卡器嘅主要嘅位置啦，亦都係信息泄露嘅核心嘅源頭。檢查嘅時候，我哋先用手輕輕咁揸住插卡口嘅邊緣，感受係咪有鬆動咯，凸起嚟或者拼接嘅痕跡。正規嘅 ATM 機嘅插卡口係同機身係貼合好緊密嘅，材料顏色同埋機身完全一致，邊緣光滑冇罅位，插入卡片時阻力均勻。如果觸摸嘅時候發現卡口鬆動搖晃，邊緣有明顯嘅接駁罅位，或者喺插入卡片嘅時候感覺比平時更加深，阻力異常，咁大概率係被加裝咗盜刷嘅裝置，需要立即停止操作並且遠離啦。有部分比較高端嘅盜刷嘅裝置外觀模仿度好高，甚至會保留原卡口嘅標識，但係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顏色偏暗或者光澤唔均勻。用指甲輕輕刮下邊緣，可能會露出塑料或者金屬拼接嘅痕跡。
如果卡口入邊可以睇到陌生嘅金屬片啦、塑料套或有電線隱約咁露出，咁就第一時間聯繫銀行工作人員，唔好再嘗試插卡啦。2. 密碼鍵盤，警惕假鍵盤同埋偷拍隱患。密碼係我哋資金安全嘅最後一道屏障啦。犯罪人員通常會通過2種嘅方式嚟盜取密碼，一係喺原嘅鍵盤上邊加裝假嘅鍵盤複版，內部暗藏感應裝置，可以精準咁記錄按鍵嘅軌跡。2就係喺設備周邊安裝針孔攝像頭啦，可以遠距咁拍攝輸密碼嘅動作。檢查鍵盤嘅時候，我哋先嚟觀察一下鍵盤同埋機身嘅貼合度。正規嘅鍵盤嘅按鍵凸起均勻，按壓嘅時候有清晰嘅反饋，同機身銜接冇空隙。如果鍵盤表面過於光滑，按鍵鬆動或者係機身嘅顏色存在差異，按壓時候反饋遲鈍，可能就係加裝咗假鍵盤咯，需要立即放棄使用咯。同時要留意鍵盤周邊嘅隱蔽嘅位置，比如屏幕邊框、取款憑條出口、設備側面，甚至係上面嘅指示燈罩內，呢啲地方都可能隱藏微型嘅攝像頭。如果發現疑似鏡頭嘅反光點、細小嘅孔窿或者有不明嘅凸起物，咁我哋就要果斷咁遠離並且報警啦。就算輸密碼嘅時候，我哋已經確認鍵盤冇咩異常啦，亦都需要用手或者錢包完全咁遮蓋按鍵嘅區域，避免俾遠處嘅攝像頭偷拍。同時盡量唔好按完密碼之後停留，減少信息洩露嘅風險。出鈔口，防範節漏現金同埋裝置篡改。出鈔口係現金取出嚟嘅關鍵部位啦。部分嘅犯罪人員會篡改出鈔口，安裝攔截裝置阻止現金逃出。等持卡人以為設備故障離開之後，再嚟拎出節漏嘅現金。亦有不法分子喺出鈔口嘅周邊安裝小型嘅讀卡器，利用持卡人取現金時停留嘅時間，進一步盜取信息。檢查嘅時候，我哋需要觀察出鈔口係咪有異物堵塞，邊緣係咪鬆動，或者有陌生嘅塑料片、金屬片遮擋。正規嘅出鈔口嘅開口順暢，冇額外嘅遮擋物，內部冇明顯嘅異物。如果出鈔口閉合過緊，開啟困難，或者睇到內部有纏繞嘅電線、卡片殘留，咁就需要警惕設備被篡改啦。取款時候，如果等待超過30秒仍然冇出鈔嘅話，唔好反覆咁撳嗰個按鍵，亦都唔好輕易咁走開，應該立即聯繫銀行嘅客服核實，避免現金被他人截漏啦。4. 熒屏同埋機身， ATM 機嘅熒屏同埋機身表面亦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咯。譬如喺熒屏上黏貼一啲虛假嘅操作提示，誘導持卡人點擊陌生嘅鏈接，輸入額外嘅信息，或者喺機身嘅側面、背面黏貼盜刷裝置嘅連接線，甚至更換部分機身部件，隱藏設備。檢查熒屏嘅時候，確認表面冇陌生嘅貼紙、貼膜，顯示內容為銀行正規界面，冇彈窗廣告、陌生嘅提示，例如輸入手機驗證碼、升級需輸驗證碼等等。銀行正規操作唔會額外要求輸入手機號驗證碼。觸摸熒屏嘅邊緣，感受係咪有鬆動凸起啦，避免熒屏被加裝觸控裝置盜取操作信息。機身部分需要觀察整體係咪有明顯嘅損壞、拼接嘅痕跡，表面冇陌生嘅二維碼、聯絡方式貼紙。如果發現機身有不明嘅窿仔、電線外露或者部件顏色唔一樣，咁就需要停止使用啦。如果不幸遭遇 ATM 機取款盜刷，或者發現銀行卡信息洩露、賬戶有異常嘅交易，先需要保持冷靜，按以下嘅步驟嚟操作，最大限度減少損失，保障權益。
一、立即凍結賬戶，呢個係最關鍵嘅第一步啦，需要第一時間撥打銀行官方客服電話，或者通過手機銀行 APP、網上銀行辦理緊急掛失賬戶凍結，快速咁阻斷不法分子嘅操作通道，避免損失進一步嘅擴大。凍結時候需要準確提供身份證號、銀行卡號或者預留手機號，確認賬戶狀態。如果客服提示有未完成嘅交易，需要請求立即攔截，千祈唔好拖延凍結嘅時間。二、收集完整嘅證據，為之後嘅維權留依據。凍結賬戶之後，我哋需要及時咁收集相關嘅證據，包括銀行嘅交易流水、以上交易短信、郵件、銀行卡實物照片同銀行客服通話記錄。呢啲證據係後續報警同埋銀行協商賠償嘅核心嘅依據，千祈唔好隨意咁刪除啦。三、及時報警，攜帶本人身份證、銀行卡以及收集嘅證據，前往就近嘅警察局報案，詳細講明盜刷嘅發生嘅時間、地點、取款嘅經過、被盜嘅金額、以上交易嘅明細等等。報警記錄係證明盜刷非本人操作嘅重要嘅法律文件，亦都係銀行核查案件、承擔賠償責任嘅關鍵依據啦。取款前設備檢查係最基礎亦係最關鍵嘅一步啦。睇落好似好簡單，但可以阻斷絕大多數嘅盜刷嘅風險，守護多年積蓄嘅安全。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